由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所发起的免费肝验、癌症的指数的筛检，今年结合真侪暖心的企业，包括紫余庆信托基金、国际扶轮347地区、家己后生间诊所基金会等。2号上午，伫北门高中的活动中心举办大型的筛检活动，包括市府卫生局长李翠凤、紫余庆公益信托的董事长陈介元、顾问吴峰山、国际扶轮的总监，家己肝病防治基金会台南的执行长摩连瑞拢亲自到场，肯定这项有意义的活动。今天的这个筛检呢，除了我们知道我们平常很关心我们肝脏的疾病，像是我们有 B 型肝炎、C 型肝炎，那像这些以外呢，我们需要透过筛检早期发现。我们今天在现场还提供给大家其他的癌症筛检，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今天来不只是爱肝，那我们也可以一并的得到我们其他的这一些疾病的一个好处的一个筛检。那另外在现场呢，还提供了我们这个属于脑中风的这个是不是高风险族群呢？那所以今天现场来了非常多的民众，还没有来的民众呢，那我们也呼吁大家可以在今天中午以前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会长身兼肝病防治基金会台南执行长的秀团医疗体系副总裁摩连瑞表示，基金会对10档前就对台南的偏乡进行免费的筛检。一直到今年有紫余庆信托基金爱心善款的帮助，而且伫客家北门地区来举办，11月选伫嘉义、七股、甲伫西港地区，加上紫余庆信托基金的董事长陈介元，甲伫顾问吴峰山，拢是北门高中的校友，因此选伫北门高中的活动中心来举行。肝病防治基金会呢是已经成立了31年哈，那么这么多年来哈，一直致力于它的宗旨就是希望能够消除，国人的这个国病肝病哈。那这31年来呢，已经在全省各地，特别是在偏乡地区，这医疗资源比较缺乏的地方呢，投入了很多的资源。那么这么多年来，已经做了70万人的70多万人的的筛检。那么最近几年呢，我们特别加上了腹部超音波的筛检，因为有很多的疾病，有时候抽血不一定会发现得出来，我们再做超音波呢，它可以把它一些早期疾病能够早期的诊断出来。虽然这个超音波的检查是非常的耗费人力哈，但是这个基金会呢，在接受各界的这个善款哈，来帮忙我们的政府呢做这个肝病的防治的工作呢，觉得是非常有值得的哈。现场除了免费的肝验，甲伫癌症指数的抽血，另外还佫有160名预先报名的腹部超音波的检查，预计超过800位民众会用的收费。现场还佫有北门高中的热舞社的表演，以及朋友的分享等。呼吁民众保护肝脏，一定要定期来筛检，早期发现才用的早期治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